台语歌曲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曾经它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啊。那在很多汉语系的语言里面，我们一般称之为方言，那其实都是一种错误的讲法来。这个，不好意思，我有时候可能会把学校的那个感觉带进来啊，没有那么 entertainment。好，就是我们常讲的汉语系的那种什么几大方言，从以前的7大、9大、10大方言，这些都是语言啊。你不可能，你不学广东话啊，一定没办法讲广东话。英国是讲广东话的，那种有冇？没有人哦。客家话、客语方、客方言叫方言，可是讲客家话可能太是搞这汤之类，大家也又听不懂。那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语言，这些都是语言。那在这些所谓的汉语系的那个这个支柱下面的这些语言呢，里面有所谓的流行歌曲的，其实你只能找出2个，一个是广东人，广东话，一个就是火罗维，而且所谓的火罗维其实只有在台湾的台语，这所谓的汉语系下面的那个的这个语言，它才有这个流行歌曲这个东西。客家的流行歌曲其实也是最近大概30年左右，大概从吴胜志左右了真正有流行音乐。像以前的客家歌曲都是山歌啊、山歌词啊、唱伴啊、小调啦那一类的所以台语歌曲它在台湾的这个发展，其实本来应该是很自然的，只是放在汉语系语言里面觉得蛮特殊啦。但是台湾已经早就跟中国脱离300-400年，这个发展自己的文化，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它是属于很自然的形成台湾大概80% 以上的人他所能掌握、使用、了解的语言所以拿它来当做创作的歌曲的语言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那但是呢，这个语言它从来没有在历史上成为一个很正式的官方承认的那种所谓的 official language 那种正式语言所以它似乎永远处在一个不平等的地位，一个很奇怪的地位。那这个地位呢，其实这是所谓的官方语言或者强势，大多数是殖民者的语言从古时候的荷兰、西班牙、日本、清朝啦、日本国民党过来，台语的使用大多数它是属于一般人民的，在位阶上虽然比较低，可它的人数是众多的，然后它自然的会产生一些跟这些族群很有关系的一些社会现象或者心理情感现象那其实它里面有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虽然政府一直曾经在我们小时候，像你们比较年轻的人就没有，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就没有，像你才20几岁嘛，就没有那个。我们小时候那个台语是被压抑到你无法想象，不要说台，就是全台湾的非中国的，就是也不能说中国人，你可以在学校里讲山东话不会被罚钱讲台语会被罚钱然后那个老蒋每年呢在那边今天全国人来庆祝中华民国完蛋也没事他讲那个分哪一国的话也没事但是你就不能讲说庆祝中华民国这边完蛋那种你就不能讲台语，就是你讲什么他们中国任何方言，四川话、什么山东话都 OK， 那所以这个语言真的地位很奇怪，所以它很自然的形成一种社会的心理现象，就是它成为跟政府对抗的一种很好玩的对，很有用的语言。我们发现这3-4年来的很多环保啦、社会运动啦，还有去年最重要的那个318里面的相关的歌曲。好像都没有人在唱华语的，大家都唱台语的，为什么？为什么有这种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不是那个语言的掌握能力很好的一群人的一代人，可是他们还是觉得那个语言有一种跟政府抗衡的力量，跟那个所谓的主流啦或者所谓自认主流的那个力量相抗衡，所以。它形成另外一种 identity， 一种认同。